来看这件真怪奇的代志，这是台铁的火车呢驶到花莲富里火车头迄段的时阵，这头前铁轨路边竟然出现会山顶动的草群。我近一个甲看，才知影讲原来是有人派这竹仔咧行路，害列车就爱减速。目前这警方已经掌握行为人，也会照违反铁路法来加侦办。这架火车经过花莲富里车头路段的时阵，铁轨路的道边煞向出现一堆会震动的草仔。这段影片伫网络顶引起讨论，司机慢慢来挖过，才知影是有人派竹仔，伊赶紧报案。有人说是外星人，你觉得呢？应该是人类吧。人类啊，那当下看到会不会吓一跳？应该会吧。这样就已经侵入了。你都说你都走到1000，因为我们那个车头也会镜头拍到，这个不行，这都是违规的。这个日清铁轨路的事件发生伫咧初九早起11点44分，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去错竹仔，派这竹仔沿铁轨路边咧行，迄当阵所有经过的列车拢爱减速。这个查甫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铁路法第57条，过路人甲车袂当走入去铁轨路的路线。本文局员警到场后查获离线行为人，后续将依违反铁路法侦办，将处以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。铁路警察局强调讲，铁轨路甲铁轨路的边仔，这拢是高风险的所在，而且只要有人或者是物件入侵，沿线的侦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声，列车就一定爱减速，毋但危险嘛，影响交通的运输，且民众毋通乌白走入来铁轨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